各位，請得員工會發起靜坐，一批救生員朝早到沙田康文署總部外請願，要求當局正視人手不足、危害泳客安全嘅問題。工會話有200幾人報名參加，受靜坐行動影響，屯門蝴蝶灣泳灘救生服務暫停，而包括摩利神山、屯門西北同斧山道等5個泳池就要局部開放設施。位於黃大仙嘅斧山道游泳池貼出告示，只因為救生員人手不足，要關閉戶外嬉水池，其他服務大致正常。有泳客話：希望救生員嘅行動唔會影響安全。佢係好中意出邊嘅嬉水池㗎嘛，係啦，佢一直望住咯，佢喺入邊玩嘅時候就望住出邊嘅嬉水池咯。短時間 OK 嘅，咁但係如果長時間梗唔得啦。琴日本身打電話嚟睇下話有冇泳池開啦，都擔心話會因為個罷工潮搞到冇得游水。喺西非感染伊波拉病毒病情突然好轉嘅2個美國人，證實曾經服用仍然喺試驗階段嘅新藥物。上個禮拜六率先返美國嘅醫生布蘭特利步入醫院嗰陣，精神明顯轉好，但原來佢喺離開利比里亞之前，病情已經有進展。美國傳媒報道，布蘭特利上個月底染病以嚟一直感到不適，上個禮拜4注射咗一劑從未作臨床人體試驗嘅新藥，病情喺大約1個鐘頭之後突然好轉。布蘭特利返美國之後再次注射新藥，而家情況良好。另一名即將返抵美國嘅教會義工李特博爾，早前接受新藥之後，亦都明顯好轉，令到控制伊波拉疫情出現轉機。新藥係由美國聖迭戈嘅生物製藥公司聯同政府同埋多間研究所合力研發，專家喺感染伊波拉病毒之後產生抗體嘅白老鼠身上提取血液，製作新藥，以阻止伊波拉病毒進入人體。新藥而家只係喺馬騮身上試驗成功。研究報告話喺實驗中感染病毒，並且喺24小時內接受新藥嘅馬騮全部好返，48小時內注射新藥嘅馬騮就有半數好返。至於冇注射藥物嘅馬騮就喺染病5日之後死亡。因為新藥仍然係試驗階段，加上2個美國人已經感染病毒多日，能唔能夠成為控制伊波拉疫情嘅關鍵，仍然有待專家進一步觀察。專家話短期內會作出多次臨床實驗，新藥有望喺出年7月投入應用。無線電視記者張曉明報導。呢一節新聞提要報導完。